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漢光42號的演習。為今仔日開始，小連續進行10天9暝。這回是繼續來採用到無劇本的演練。講阿強啊，嘛繼續咧擾亂台灣。國防部講，為昨深夜到早起的6點為止，偵測到阿強的軍機21隻、軍艦9隻、甲公務船5隻。部長顧立雄講，未因為中國的擾亂停止演習。早起一透早，包括 C-130甲幻象2000，因為戰力保存，轉降離花蓮的嘉山基地。一隻 C-130飛過來，要離花蓮嘉山基地降落。過無偌久，閣看到幻象2000出現佇花蓮，同款也是要佇嘉山基地降落。漢光42號演習的頭一天無劇本演習，像戰機會對西部機場轉降東部，就是為着要保存戰力，也毋過毋拿花蓮。演習車轟轟叫，順勢起飛。台東空軍志航基地用型戰機現身，也毋過毋拿空中，也有海面上，像高雄西岸縣外海，就會當看到多工艦搖動作，抓來個要前往外海太平。另外，隨着空軍將目標指向東部，會當看到花蓮潮金機場的附近，軍方也開始設靶陣地，要阻斷聯絡道路。這回漢光演習連續實施10天9暝。演習就是我們的漢光系列的一個總驗收嘛，一個實戰化的一個訓練的方式，驗測這個指揮官的這個判斷。台美的軍事交流是越來越緊密。國防部長顧立雄在演習的第一天就去立法院報告，無法度親身坐鎮，是講強軍的動作原來也真多。在演習的前一天，就以聯合戰備競選的名義來個擾亂。隆重偵測到21架吹強機、9隻強艦、甲5隻公務船。在演習的期間，面對中國的這樣的襲擾啊，包括這個聯合戰備群，也不是第一次，我們都有相關的應驗的專案，那不會因為這個中國來襲擾而中斷我們的演習科目。漢光這個的重點是結合海陸空等等多元的領域，在戰場建構防禦能力。所以來個，就看國軍是要安怎透過漢光來驗證台灣的防衛。